烛火人在燃烧，挥手告别昨日的开，迎来希望把歌高调，欢喜来唱歌，快乐无心多，笑容绽放，让心跳沸腾着，岁月如歌，我们不手段，用歌声写下灿烂的生活。银发也能闪耀光彩，歌声让我们更自在，年岁的数字从不感慨，心中青春永远存在，每句话音都充满爱，一起唱歌，星空最亮，老人敬献自己主宰，每个音符星火在放，欢喜来唱歌，快乐无限多，笑容绽放，让心跳沸腾着，岁月如歌，我们不交托，用歌声写下灿烂的生活。人生越老越精彩，歌声唱出心中爱，每个音符像花开，欢乐岁月不停摆。旧碗只是美的记载，心里烛火人在燃烧，挥手告别昨日的开，迎来希望把歌高调，欢喜来唱歌，快乐无心多，笑容绽放，让心跳沸腾着，岁月如歌，我们不手段，用歌声写下灿烂的生活。银发也能闪耀光彩，歌声让我们更自在，年岁的数字从不感慨，心中青春永远存在，每句话音都充满爱，一起唱歌，星空最亮，老人敬献自己主宰，每个音符星火在放，欢喜来唱歌，快乐无限多，笑容绽放，让心跳沸腾着，岁月如歌，我们不交托，用歌声写下灿
人生越老越精彩，歌声唱出心中爱。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特别呈现，欢喜来唱歌，节目开始。大家好。太阳公起床了，恭喜我把我们叫，你追我赶，大家赛跑，看着谁先到谁也笑，看到孩子可爱的笑，多少辛劳也忘了。各位老师早，同学们好，我们开始上课了。你们好 ，Hello。老师讲课我睡着了，老师发问我把头摇，握着黑板心在沙滩，你们玉米我们海棠。现在读书不用功，将来后悔太迟了。老师早，同学们好，我们上课了。歌曲送走真才的梦，今日关开心又妙。老师早，同学们好，我们开始上课了。老师早，同学们好，我们开始上课了。哎呦，刘老师，哎，欢迎收看《欢喜来唱歌》。健康又快乐。大家下午好，下午好，欢迎大家出席今年7月15号的欢喜来唱歌。是的，我真的好久没有看到大家了，耶！我回来了，回归。好像上一个月是呀，你失踪。对，上个月没有失踪，是刚好有事情，然后回台湾哦，处理明白明事情。白。对对讲有事情啦，那就不用上班这样。没有，真的很久没有看到大家了，大家有没有想念我啊？有啊，我也很想念大家呢。你有没有想念我啊？当然会。哎呦，我也很想念喂，哎呦，喂 ，Hello， 你很重要咩？没有你，我们也是 go ahead。我药不对，不知道有没有药，但是很重，我是有啦。大家今天应该想念的是我啊？为什么？刚刚我们唱的这个电视剧主题曲，对不对？保安老师，当年我有写电视连续剧，有呀无老诶。上红的迄出就是我写的。真的咩？哦，双天至尊。尊那个戏了，尊。啊，你讲上昂就这出吗？儿童连续剧叫做是家在大巴窑。哦，你们还是 school boy school girl 的时候，应该有看过，对不对？我知道这部戏，而且在我们6楼哈会展厅，我们中心的展览厅哦，哎有提到嘞。家在大巴窑几楼啊？6楼。哪里的6楼？这边的6楼。哦，所以等一下我们坐电梯下去。对，大家可以坐手扶梯下去，可以看一下展览中心。哇，新的。我们今天这个展览就是以本地电视剧主题曲作为一个主题，是的，叫做《闪耀四方河》。新加坡电视剧特展。对，记得去6楼拍拍照。是。我们还有展示这个红星大奖的讲座。哇！哎，你看呢？哎，你们猜得出来吗？这个 poster 里头有什么电视剧？我跟你哎，雾锁南洋，你们有猜对了。对，那个济公
济公，还有嘞，还有什么赌小神？娘惹，厉害，双天至郭尊，亮杯了是谁呀？还有什么？一支小好耍。神雕侠侣、小龙女跟那个李明顺，对，好，还有我们的是是是四面娇啊，所以今天大家既然来了哈，来都来了，等一下我们看完之后就去6楼，不要错过。哇，等下6楼还有一些电视剧的一些服装展览呐，是，还有一些奖杯呀、道具啊，可以让大家看看哦。是，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围绕着电视剧的主题曲，所以我们等一下下去可以摸摸奖杯，是不是，大哥？可以抱回去，啊，不要被抓就好了。你在干嘛？你摸我干嘛？不是，因为你拿过奖杯啊，摸你就好了啊。没有摸他啦。对，他摸我，我回家再摸奖杯，就等于他摸到奖杯了。所以呢，我们不是每一次有这样的机会哈，能够呢近距离哈，不要说摸啦，连看那个奖杯实体的可能都没有。那个红星大奖的奖杯啊，大概有5公斤重，这么重啊？没有这么重哦。那是杨惠珊，你懂吗？杨惠珊我不懂。以前的金马影后，哦她的琉璃工坊做的。哦，这么贵重哎，很贵重。所以今天我们不用去到太远哦，既然已经来到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了，也让大家呢真的要马上呢在节目结束之后亲自去体验一下。我觉得大家一定会呢大丰收。是，所以今天大家呢放轻松，一首一首的来欣赏我们的电视剧主题曲。是的，哇！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要来听这一首歌啦。对 ，OK， 有没有听过《和平的代价》？有，那个洪慧芳在这个戏剧里面有非常突出的角色，她是那个龅牙的一个呢阿嫂这样，然后有点贪小便宜。对，我们请到黄金年华的冠军歌王来演唱，欢迎张庆福带来的歌曲《和平的代价》。悄笼罩着家园，离开黎明还有多远？绝望彷徨，扭曲一张张的脸，走过生死边缘。梦魇为何像现实一样真？孤单像大海一样深，仇恨烧红，胸中热腾腾的火，为生命的尊严而战。多少人用生命、鲜血和理想，换来一线和平的曙光。多少人的生命、鲜血和理想，结成一片血泪的诗章。和平的代价，日本攻打新加坡的3年08月的故事。我们的阿公阿嬷都曾经度过这么悲惨的日子。梦魇为何像现实一样真？苦难像大海一样深，仇恨烧红胸中热腾腾的火，为生命的尊严而战。多少人用生命、鲜血和理想，换来一线和平的曙光。多少人的生命、鲜血和理想，结成一片血泪的诗章。多少人用生命、鲜血和理想，换来一
谢谢。你好，庆福。大家好，斌哥好，欢迎庆福哥哥，你好！哇哦，非常的荣幸呢，我们可以听到黄金年华的冠军呢。是，他是打不死的蟑螂。哎，怎么说？因为他参加黄金年华歌唱比赛是第3次才拿到冠军。斌哥是一定要这样子介绍我的。为什么会拿到第3次呢？是评审不好呀？前面2次没有成功嘛，对所以他不放弃，第3次再来比赛。但是斌哥刚才说的那个蟑螂，并不是那个蟑螂，因为我姓张，我是有情郎。哦，所以叫做蟑蟑螂。哎呀，哎 OK， 蟑螂或者野狼的狼也可以，蟑螂不错，还不错，真的啊，而且比赛的第3次，这个勇气要真的非常有。对，啊，对，要有一点把这样脸皮厚。为你演唱这个《和平的代价》，你没有研究它的背景？有，我其实今天这个造型是我从初赛到大决赛最便宜的一套，因为那个《和平的代价》里面有一个主角，麻烦你大门在那边，你走出去。我们这边不允许穿最便宜的衣服。不是，那是因为这是40年代的时候，在战乱中根本没有时间跟心思去买衣服，所以是穿的最简单的。但是他是林谋胜。哦，林谋胜。所以我今天在台上不姓张，是姓林。哦，所以是精心打扮的嘞，为了这一首歌。哦，是那个有年代感的衣服啊，对。这个林谋胜烈士的这个墓在哪里？你懂吗？我懂，卖你志气试试啊！真的，有去过吗？过后我拿了冠军，我非常开心。哦，跟整班朋友去跑步的时候，经过那边，我就在那边敬礼一下。敬礼啊！哇，谢谢林谋胜这个战斗。真的，我觉得我们主持人已经很会捧了，还就是来宾还比我们更会捧啊。其实不是捧，就是千真万确的，完全。但是谢谢你今天精心打扮，为了这一首歌是尊重我们的舞台。要不然本来我也是蛮爱美的，因为为了这首歌，它必须要这么简单。不会简单，很帅耶！啊，谢谢。对，当年这种革命烈士嘛，哈，哪里有穿到美的？对，没有空去打扮，不可能穿亮片去革命，身上没有血都已经偷笑了那个时候。好，那这个庆福今天来，当然。我们想了解你喜欢新加坡的电视剧吗？哦，很喜欢。我记得小飞鱼啊，王艺清，还有这个新兵小传呢，那更亲切感，因为大家都是当兵的。对，所以看一下这个电视剧的新兵小传有没有骗我们这些真正当过兵的？那还是真的有哦，没有骗了。其实那个过程真的是千真万确的，真的非常生活化的哈。对 ，OK， 对，戏剧就是生活嘛哈，所以很多戏剧。让我们调剂了我们的沉闷的生活，所以看戏是我们新加坡人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本地剧，好不好？好的，那接下来为我们带来什么好听的歌，再次送给大家？战争结束了，所以我们得到和平了，是啊，回到我们的平静的生活，说我的生活在这里。哇，很好听的一首歌，五角鸡，五角鸡。一起来欣赏，欢迎庆福。那林谋胜已经光荣不见了，所以眼镜也不需要戴了。这件需要帮你脱吗？啊，不需要，不需要。OK， 还有林谋胜的味道。再次掌声鼓励鼓励。五角鸡，谢高卡鸡，五角鸡，五角鸡就是在那个楼下走廊，长的走廊，高卡鸡。一条路上，穿越多少户家庭，一双母鸡敲醒多少个美梦。忙碌的五角鸡，我的生活在这里。亲切的五角鸡，长长的骑楼地，我的生活在这里。眼泪和欢笑点缀我的成长，喜怒和哀乐丰富我的生命。一声招呼，泛起多少个微笑，一个关怀温暖多少个心房。
热情的五角鸡，我的生活在这里。新加坡，我们的祖国，下个月就是新加坡的国庆日了。那我们的生活在这里，从很简陋的肉巷到今天的城市花园。但是如果你是70年代的话，这个肉巷你是一定很怀念的五角鸡，不是5只脚的鸡哦。一条路巷，穿越多少户家庭，一双母鸡敲醒多少个美梦。忙碌的五角鸡，我的生活在这里。亲切的五角鸡，长长的骑楼地，我的生活在这里。眼泪和欢笑点缀我的成长，喜怒和哀乐丰富我的生命。一声招呼泛起多少个微笑，一个关怀温暖多少个心房。热情的五角鸡，我的生活在这里。谢谢，谢谢幸福，我生活在新加坡。谢谢，谢谢。哎，我们问一下这个来自台湾的笑脸，哇，什么叫五角鸡？哦，卡奇，我们指的是什么地方那？个新加坡人问一个台湾来到新加坡，少说我也明年届满20年了，问我就对了，大哥，这种事你要考我，对不对？五角鸡谁不知道啊？就是有一个地方养很多鸡，都是5只脚的。这种东西你这边简简单单考我，这种人啊，如果有一天申请公民权，应该不要给他啊？按错。五角鸡是新加坡的一种特色哦，就是一个店铺前面能够给你遮风挡雨的一个地方哦，对不对？呀，所以我们在那边有时下雨啊，或者太阳太晒啊，我们在那边遮风挡雨的地方叫果卡奇明白吗？哎呀，我是故意讲的，让你我早就知道了，只是给你讲而已嘛。对不对？我要是讲了，你就没有办法讲。OK， 再考你。什么叫青春123？青春123就是很青春的，有1岁、有2岁、有3岁的啦。青春123。谁唱的？原唱是谁？就是那个哦。谁？你们知道是谁吗？那个，对不对？严黎明。对啦，严黎明啊，对啦，就是她，女的嘛，对不对？哎呀，我曾经在1986年跟严黎明去北京演唱。哦，真的呀，跟他一起到北京去，6万人的体育场那边演。哦，在鸟巢吗？真的啊。是在什么鸟巢吗？那时候还没有鸟巢。还没有鸟巢。那时候是鸡巢。鸡巢。还没有鸟巢。好，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到我们主持群最年轻，真的还是最青春的这一位，还有青春的味道的。是的，李佩芬。什么叫做还有青春的味道？大哥，这句话很严重哦。他已经剩下青春的尾巴了。哦，是这样子。好，那我们就欢迎主持群最青春的佩芬带来了歌曲《青春123》，掌声鼓励欢迎。谢谢2位已经从青春毕业很久的2位，我来啦 ，Hello，青春123，啦啦啦啦啦，青春123，我将年少的日子谱上美丽的旋律，在悠悠琴声里流过宽宽的笑语，我将青春的日记
记，写成浪漫的诗集，让盈盈的泪水洗净忧伤的自己。我也曾经编织属于梦幻的彩语，当我将会这痕迹，所有真实的回忆。我也曾经任性地挥霍亮丽的光阴，但我从来不曾忘记踏步向前的步履，让我永远地拥有，永远地拥有纯真的心灵，在我平凡的生命里不断创造奇迹，让我永远地拥有，永远地拥有阳光的笑意，在我成长的雨季里耐心等待天晴。青春1、2、3，啦啦啦啦啦，青春1、2、3，嘿，好，大家一起跟着旋律，一起拍手，回味一下，这个时候的你，是不是跟他们一样的青春无敌？让我永远地拥有，永远地拥有纯真的心灵，在我平凡的生命里不断创造奇迹，让我永远地拥有，永远地拥有阳光和笑意，在我成长的日记里耐心等待天晴，让我永远地拥有，永远地拥有纯真的心灵，在我平凡的生命里不断创造奇迹，让我永远地拥有，永远地拥有阳光和笑意，在我成长的日记里耐心等待天晴。青春1、2、3，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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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1、2、3。谢谢。今天呢，主题是电视剧主题曲哈，所以呢，我是从小呢花非常多的时间，应该是说在读书时间，在上学的时间，上学时光花很多时间呢看电视的一位呢小朋友，我的老母哈顶摆呢也讲哈，哎呦，你是吃饭配电视机的囡仔，就是时间到，大概9点一定要看嘛连续剧，然后呢还有几点啊？就是大概这几个时间啊，7点、7点多，还有9点，还有大概8点这样子，有综艺节目啦，然后还有这个电视剧啦等等。所以呢，我很爱看电视剧，直到可能比较大的一点时间哈，就比较少看一点点。相信呢，很多的朋友呢，包括了我们线上 Facebook 直播的朋友，还有 WeChat 的朋友，在这里呢，欢喜来唱歌。所有台前幕后的好朋友们也向你们说声下午好。那刚才的那首歌曲呢，《青春1、2、3》，相信呢勾起呢大家呢许多的这个回忆，对不对？那其实呢，我有跟建斌大哥哈，刚刚的有在聊天，他说呢，从前啊，他们家里呢，如果有一架电视的话，哇，是规个干崩来边真正大的一个代志啊，对不对？走路都有风的那一种，哇，要大头家的老板家里才可以装一部电视机，然后你们其他的一些港崩的小孩哈，就会围绕在外面，然后要探一下、看一下、望一下，有没有曾经这样的经验？有的话，掌声我听一下。所以呢，在那个年代哈，资源呢非常的少啦，但是我们都很开心嘛，童年也是挺快乐的。那么要讲到这里黑下对不？所以每一个年代呢都有不一样的一些进步哈。当然也有很多呢难忘的回忆。80、90年代算是呢电视剧、电视的这种广播啦，的这个黄金时代，然后创造了很多的一些呢非常辉煌的时刻。那接着下来的这部电视剧呢，是叫做舞榭歌台。那我也是呢歌台的一份子，那由我呢来演唱这首歌曲，应该呢蛮恰当的哈。带给大家这首歌曲呢，也唱出了很多我们艺人们的一种心声。歌曲的歌名为《落幕的心情》，也是本地创作的一首歌曲，希望你们会喜欢。
起的声音，走过多少美丽风景，走不完世间不平遭遇，回首漫长的人生故事，谁才是最后被时间遗忘的历史？落幕前的欢歌笑语，谁都会为你着迷；落幕后的凌乱心情，谁会来替你收拾？落幕前的喝彩掌声，转眼间积成永恒。落幕后的惆怅孤寂，又有谁会去注意？走过所有美丽风景，走不完世间不平遭遇，回首漫长的人生故事，谁才是最后被时间遗忘的历史？听到你们。落幕前的欢歌笑语，谁都会为你着迷；落幕后的凌乱心情，谁会来替你收拾？落幕前的喝彩掌声，转眼间积成永恒。落幕后的惆怅孤寂，又有谁会去注意？落幕前的欢歌笑语，谁会为逗你着迷？落幕后的凌乱心情，谁会来替你收拾？落幕前的喝彩掌声，转眼间积成永恒。落幕后的惆怅孤寂，又有谁会去注意？落幕前的欢歌笑语，谁都会为你着迷；落幕后的凌乱心情，谁会来替你收拾？落幕前的喝彩掌声，转眼间积成永恒。落幕后的惆怅孤寂，又有谁会去注意？台上一鞠躬，谢谢你们。Thank you。好的，那接着下来呢，我们呢要在这个美丽的舞台呢，一起来欢迎呢下一位呢我们歌唱比赛的常胜军。那他的名字呢非常的好听哦，叫做黄诗顺。那他将呢给我们带来他的第一首歌曲。相信呢你们知道啦，戏剧有很多的现代剧，也有一些呢古装剧。这处呢古装剧当中呢就有很多实力派的演员，还有呢马景涛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什么戏呢？就是《逍遥游》的主题曲。那我们欢迎诗顺来给我们唱这首歌。这首歌是哪出戏的这个主题歌曲？《东游记》。东游记，逍遥游。来，帅哥来了。嗨，大家。走啊走啊走，好汉跟我一
一起走，走遍了青山人未老，少年壮志不远求。莫呀莫回首，管他黄河去何楼。荒凉那一梦，风云在变，洒向人间是缘由。花一叶变皱，偶人我去遨游。小小爱遥遥天地，我竟自由。共饮一杯酒，人间本来情难求。相思呀难了，豪情再现，乱云飞渡人闲游。花一叶变皱，谁愿与我共少游？天若有情天亦老，不如与天尽自由。天若有情天亦老，不如与天尽自由。谢谢。哇，你看神仙都飞起来了，你也挺厉害的，选了一出戏哦，八仙里面剩几仙林香平呢？哎，有林香平不？陶真，有吧有吧，你们有看见吗？我有点忘记了哈，这些都是我在读书的时候，可能你们在非常努力，可能你们的孩子就跟我差不多一样，那时候可能读小学啊等等。对。八仙啊，你有看这戏吗？有。哇，所以我们差不多一样那个 era， 对，差不多。放学回家就看电视剧了。对。八仙过海嘛，哈，厉害了！来，师顺先跟大家问声好呗。嗨，大家好。是的，师顺哈，哎，很少男生有这个名字，因为诗情画意的诗，对，通常都是在女生身上。所以我以前小时候没有那么喜欢我的名字，因为以前我们小时候不是要写那个吗？那个叫什么？什么？笔友，交笔友。老师为了要哎呦，还不知道你这样浪漫，还会交笔友？被强迫的。被强迫？谁强迫你交笔友？老师。所以结果你就放你亲爱的师顺。当然不是，只是那个人以为我是女生，因为有这个诗。对。然后你明了这个诗之后，又是人生很顺利，这样。我觉得蛮顺利的。所以结果你那个对方以为你是女的，然后对方是男的，是吗？对方是男的。这样。我就再也没有收过他回信了。所以两个男的，两个大男生在那边哇表达一种哇这种思念的心情。对，好的，那你有没有最爱的电视剧啊？除了其实我也蛮喜欢《东游记》的。OK， 因为以前小时候跟同学会假装，我是谁，我是谁。那你就每次要做谁？我已经忘了，但是我很喜欢蓝采和。蓝采和，对，不错不错，我当然不用讲了，我一定是何仙姑喽。OK， 离仙姑，现在应该没有仙姑了，只有蘑菇而已。OK， 那你们喜不喜欢阿哥阿姐演的戏呢？如果说到电视阿哥、电视阿姐，从早期的黄文勇、向云，是到后期可能有李南星跟谁？哎呦，厉害嘞！我们是同班同学嘞，年纪一样大。所以呢，他们有李南星跟郑慧玉哦，主演的戏有相当的多。当然呢，最受关注的应该就是《双天至尊》耶！那个时候有没有我们都会拿一些扑克牌啊，对，骰子啊，乱摇。那我们今天就跟师顺呢合作《双天至尊2》的这个歌曲，对，是李宗盛跟郑慧玉唱的歌哦，哇，郑慧阿姐的那个走低沉路线的哈，还要演戏又要唱歌。是，等一下我尽量以阿姐的声音来唱这首歌。来，带来这首《当爱擦身而过》，双天至尊，谢谢。所以如果你们哇来了喽啊，我认识，谁？妍飞。阿姐。我现在很努力的在想阿姐的角色的名字。我something， 若晴
齐芳，我想起来了。真的吗？对啊，他的名字啊。然后对，我们要唱歌了，差不多要唱歌。觉得怕吗？若是你察觉，命运真的说了假话。老师表示是谁？你想我会吗？我承认我痴心，但是还不至于傻。要那么低吗？真的吗？会不会为了爱呀，不管什么代价？那些未知的事，我现在不想回答。有事情如手里的沙，用你不能了解的方法挣扎。让人难分真假。也许对，也许错，谁能承诺？也许是我，也许风波，也许迷惑，是怎样的结果？是怎样的结果？谁都不敢说。也许也不必想的太多，没理由。用事情只冷漠，难道说爱情擦身而过？还在质疑是否应该把握？我有看到有些朋友嘴巴有在动，相信那个时刻。你觉得怕吗？若是你察觉，命运真的说了假话。你想我会吗？我承认我痴心，但是还不至于傻。适当着吗？会不会为了爱呀，不管什么代价？来了，那些未知的事，我现在不想回答。有事情如手里的沙，用你不能了解的方法挣扎。让人难分真假。也许对，也许错，谁能承诺？也许是我，也许风波，也许迷惑，是怎样的结果？是怎样的结果？谁都不敢说。也许就不必想的太多，没理由。用事情是冷漠，难道说让爱情擦身而过？还在质疑是否应该把握？也许就不必想的太多，没理由。事情是冷漠，难道说让爱情擦身而过？还在质疑是否应该把握？也许就不想的太多，没有理由。就是冷漠，难道说让爱情擦身而过？还在质疑是否应该把握？哦，谢谢。带来这首歌曲合唱的歌曲。是谢谢谢。那接着下来呢，说到双天至尊啊，是还有这一首歌曲，那这一首歌曲呢，也是呢非常好经典。非常经典，而且是非常好发挥，对也是呢非常高昂的一首歌。是那我在还没有报歌名而已，我的同学已经在准备了，嘿嘿，准备好了哟。哇，今天穿的怎样？好像 fireman 哦，很帅哦。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蛮适合当那个啊，这个什么？
就摇骰子。摇骰子，荷官啊，啊，荷官啊，很适合在那当啊。个赌场里面是发牌的，对对对看了双天至尊，大家都想去赌场上班的，对对对，以前还会特地去买新的一副扑克牌那边，对不对？想要在那边耍帅一下，用那个做赌王 stapler 赌把它后。钉起来那边。有。OK， 给大家带来这首《沉默的羔羊》，欢迎我们的师孙。当别人误解我的时候，我总是沉默。沉默对我来说其实是一种反驳。当世界遗忘我的时候，我一个人过。幸福对我来说其实是一种传说。当敌人越来越多，朋友都离开我，当爱情变成一种负担，却无法解脱。我不是沉默的羔羊，我有话要讲，给我一点就让我有勇气向你吐露我的悲伤。我不是沉默的羔羊，我也有梦想。当明天太阳升起，照在我的脸上，我一样能散发光芒。当别人误解我的时候，我总是沉默。沉默对我来说其实是一种反驳。当世界遗忘我的时候，我一个人过。幸福对我来说其实是一种传说。当敌人越来越多，朋友都离开我，当爱情变成一种负担，却无法解脱。我不是沉默的羔羊，我有话要讲，给我一点就让我有勇气向你吐露我的悲伤。我不是沉默的羔羊，我也有梦想。当明天太阳升起，照在我的脸上，我一样能散发光芒。羔羊也会怒吼，沉默是一种力量。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在现实中学会坚强？羔羊也会怒吼，沉默是一种力量。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在现实中学会坚强？我不是沉默的羔羊，我有话要讲，给我一点就让我有勇气向你吐露我的悲伤。我不是沉默的羔羊，我也有梦想。当明天太阳升起，照在我的脸上，我一样能散发光芒。
谢，谢谢诗顺精彩的演唱。哦，这几天哦，我去楼下傾偈啊，隔壁迄個三姑啊，甲迄個六婆啊，全部手拿一本册。今仔日是拜三吼，要開了吼。哦，莫講迄個字吼。啊，其實因人逐擺佇咖啡店安尼講東講西，忽然間逐個人敢若真有學問的。啊，我若無拿一本册啊，我輸伊哦。輸人無輸陣，爸，我看到这篇啊是不是好像我上次说的那个啊？啊，安怎？你看，哦，有看到不？哦，我嘛唔知。这人是三姑讲的啦，讲什么册内面有一个查某，叫咱人去找咧。哎，那怎么办呢？我们都找了很久很久了呢，都还没有找到这个人呢。哎呦，我看清楚到底是谁呀？这查某到底是什么人？ Bars 阿公，噔噔噔噔噔噔，你们要找的人是不是我呢 ？Is it me？ 拉迪赛，哎 ，Stop！It's a Letitia。拉迪赛，哦找你做什么？哎，我们有句话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你不要以为你就是那个颜如玉哦。哈哈，阿公，书里面的人就是 Letitia， 我就叫做颜如玉啊，我没有骗你 ，because in Philippines Letitia name is Letitia Jade Ganzon， 所以呢，我上个老板说我就是颜如玉。啊，莫名其妙，颜如玉，那个颜如屁了，你颜如玉。 It's really Letitia Jade Ganzon Jade 玉。爸，那三姑还有六婆他们哦，最近呢，每个人哦手上都拿了这一本书了，都在阅读啊。我知道为什么了。为什么？为什么？哎呀，那天哈我在楼下，然后碰到那个三姑哈，她跟我说哈，她和六婆去图书馆听那个健康讲座。后来啊，她发现了，除了中医的这个医药膳的书之外呢，烹饪杂志啦，还有很多很多呢，他们去看那些浪漫的言情小说，听说也很有趣哈。看我干嘛？言情小说 ，Sir love books， 浪漫小 love 说 story。我也不喜欢看这种爱情的书，我喜欢看武侠小说。哦啊，你们没有看啊？我们这些乐龄人士啊，哈，现在啊都会拿着书，除了找颜如玉，我们也要找黄金屋。哦 ，Letitia no， 我的天，因为黄金屋 in English 是说 condominium，golden condominium， 黄金屋。啊，我跟你讲啦，我很开通的啊，不论你是要找那个颜如玉啊，还是要找那个黄金屋啊，还是要找第二春呐、第三春呐、我还不如找陈碧玉。颜如玉啊，嘿，你假一路哈啊！我跟你讲，你不管你要找第几春呐、第4、第5、第6、第7、第8春啊，我都会替你很高兴的啦。而且呢，三姑也有说呢，图书馆的这个管理员也分享了很多阅读书籍的好益处啊。比如说阅读啊，有什么好处嘞？我跟你讲啊，虽然呢练脑的方法很多，但是呢，研究显示每天专心的阅读，尤其可以增强我们的专注力，还有编辑啊、逻辑思考啊、想象力啊，好像那个3合1的这个狗逼一样呢，很补脑哦而且不用多。但是每天阅读一点点，阅读一点点，专心读增加这个词汇量，还有很多方面的思考的时候呢，就能降低或者是延缓随着年龄增长出现的认知衰退风险。每天读一点点，5分钟、10分钟就够了。对啦。
对了对了，为了这个3合1哦，所以我现在有空的时候，我都不去跟他们哦，这个是跟他们乱七八糟聊天，我都时不时跟他们去读册。好啊，啊练头脑啊。我们还有个阅读小组，每一个月都约了到图书馆去。 Very good， 还有阅读小组好哇，很多人，很多朋友。本了 Disha 有一个问题，你们每次一群人去哦，library 讲话要小小声的，那你们这样多人去，不是吵死了？错了啊，哎呀，现在的图书馆啊，不只是读册的好地方啊，我们在那里还有很多机会认识新的朋友哦，真的啊，学习新的事物哦。听说图书馆也欢迎大家去做义工，可以啊，义工做什么呢？可以帮忙整理书架，举办活动，教导公众如何使用 NLB 手机应用程序。有兴趣的话，要不要一起去？呀，The Disha can bring you， 还可以丰富自己的知识。对呀，我都不知道图书馆有可以做义工的嘞。哦，原来就是这样呐，难怪爸，你一个星期啊，都往那里跑了好几天啊，好几次啊。对呀，我发现呐，你都泡在这图书馆了，反而我很开心，我很欣慰啊。错，这个一定要去的。图书馆现在有很多有趣的活动，都是 free 的。哇，我最喜欢 free 的。学电脑啦，听生活讲座啦，很适合我们去发掘新的兴趣跟爱好。哇，很好还有啊，那个六婆还参加了什么小故事大滋味，用文字记载你的饮食记忆短篇创作征集活动。欢迎50岁或者以上的人将文字跟摄影作品拿去投稿。OK， 作品可能会被选中，选中了会怎么样？参加国家图书馆管理局即将主办的展览 Bite Size Stories， 小故事大滋味，展现乐龄人士眼中的新加坡饮食跟小贩文化。哇，很不错嘞！像阿公啊，你有兴趣啊，每次吃饭之前你都拍照。呀，这个活动很适合你，难怪你最近更频密的拍美食照了。我已经写得七七八八了，我要赶在7月31号截止日期前提交。这个月底之前啊，7月31号月底。是的，希望我的作品照片可以获选收录在国家图书管理局即将主办的展览《小故事大滋味》。很好，爸，你有这样的兴趣啊，真的是很好嘞。而且呢，你那个初稿我已经看了，你写的有关于很多，还有你跟我老母的代际。哇，我老母煮的那一手好菜呀！我希望你都可以把它写在文章里面，希望你可以获选。耶，你获选，我们就会对你感到骄傲。希望如此哈。各位邻居朋友，跟你们说，如果你们正在寻找一本好书，或者想知道更多这个图书馆呢里面有什么活动资源，我们准备了相关的这个书籍推荐啊。今天来看看荧幕上有这个2维码，大家可以扫一下。Everybody, take out your handphone。手机拿出来，手机拿出来啊！你扫了之后哦，那个页面哦，你会感到惊喜的，因为刚才呢下午的时候我扫了之后，它跳出来的那个页面有惊喜到我哦，是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有关系的。所以大家你们扫，赶快把握时间，不要浪费。快点，中间扫中间，旁边扫上面啊，这边也可以。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电视剧主题曲，所以你扫了之后呢，你会看到熟悉的电视剧的剧名，然后又有呢一些文字，然后还有关的一些这个书籍，还有写到歌台哦。太好了啊！你要选那管大妈的就选我们歌台。OK。scan， 可以吗？不，它是那个 QR code， 可以进吗？可以进，有了，姐姐有进。有没有？有了啊！你不要吓我嘞！哇，吓死人啊，姐！一开1799的 scan 啊，你开啥啦 app 啦，姐？开你的 browser。不会，这个是 GOV 的哈 ，Go GOV 的哈。好，太好了。不会的。所以我们今天呢
要讲这个切。哎，你阿公。刚才你不是说星期三不要讲哦，书，可是你一直在讲书哎。哎呀，其实书有什么好怕？每天读书才可以保护大脑，乐在生活。对。哎，我还不知道哦，在我们的图书馆哈，还可以呢做这么多的事情哦，不单单是去吹冷气、看书，还有很多有意义的活动。很多活动。对。OK， 等一下你们 scan， 刚才有 scan 哦，滑一下，下面还有很多的一些歌曲跟文字呀，我们彼此分享啊。好，大家继续哦。接下来我们就要继续来听歌啦。哎，听歌前要做一件什么事？哎，什么事？大家把手机拿出来。等一下，大姐说什么？去厕所？去厕。听歌前去厕所。OK， 大家不要忍尿，没有关系。这一班是来踩场的。我看一下这一班。他们每次都来。我来看一下这一班。你们今天穿什么衣服？哦，这一班。How the problem？这一班有一个队长来乱的啊，坐第2排的。怎么叫人家来乱的？1、2、3、4、5、6、7，第2排第7位的。啊！刚刚从头到尾都在按手机，你不要以为我没有看到啊！来捣乱了，没有啦，这是我们的好朋友啦，迪阳哥哥啦。不要让人家知道他叫做迪阳 Ricky。So what is the problem？ 好哦，还有妹妹哈。那接下来刚刚拿出手机哈，来这个拍照哈，再扫2维码。接下来大家再拿出手机，把你们的手机的灯打开。我来看看今天呢，现场有多少颗小星星？哇，很多颗！哇！后面的要配合下一首的这个歌曲，很够力，很给力。下来这首歌很需要你的这个灯光。如果你不会唱的话，你应该不是新加坡人了。一颗星星代表一个祝福啊，一个星星代表呢，哇，我们今天呢满满的能量，满满的元气。因为呢，这首歌曲的歌名呢是有月光的，再加上你们的星光，这样子呢就是无限的灿烂啦。欢迎杨千红带来的歌曲《城里的月光》，来亮起来。大家好。哇！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记忆挥不散。每个山崖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时间完全的变换，爱和友情的人分两端。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看透了人间聚散，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守护他身旁。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闪满整个夜晚。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所有的记忆挥不散。每个山崖
总有着最深的思量。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顺利的月光送给大家，来改了一个曲风比较不一样 ，R&B 版的送给大家，也谢谢大家的小心心。Hello， 哇，点亮着你我啊，这个你的月光，谢谢大家的小心心，漂亮漂亮。谢谢。等你的月光来自豆腐街的这个主题曲，那这部连续剧呢，应该也是得了很多的这个奖项哈。那说到呢，连续剧我们唱的都很多是这个80、90年代的一些很火红的连续剧。是。那近期来讲，我们的千红有没有喜欢哈这个印象深刻的一些本地？千红这么的年轻，对连续剧有印象吗？有啊，有印象。不过年轻人不用看电视剧啊，现在年轻人都是看网络戏比较多，不是？我没有，我不是这么年轻的，真的。那个是可能是现在3岁的那一种。你今天打扮很不一样哎。啊，有没有很像那个很坏的后妈？不会，像那个会坐在董事长大腿的秘书。哎，你跟他对不对？对不对？有同意吗？有同意吗？你跟他形容的有个不同的那个感觉。就是你不要这样子，我是个大女主，最多是我让人家坐我大腿而已。没有，这种感觉好像是彭佳慧的那首歌《大龄女子》。哇，对，跟平时的千红不太一样。那说到近期的一些连续剧，印象比较深刻的有，我比较喜欢小娘惹。那你今天的造型有点。你这个是大辣妹，然后他们是小娘惹，然后他那边有那个月娘啦，对，那个呢也怎么说呢，就是让大家呢更加的有兴趣去发掘一些娘惹文化。而且你看，刚刚从头到尾哦，第2排第7位哦都没有抬头哦，你一上来哦，第2排第7位哦就抬头一直在看你哦。哦，都发秀 ，Ricky，喜欢服装对不对？喜欢这个造型对不对？喜欢当董事长，对不对？OK， 那你坐我大腿吧。所以呢，如果说到电视剧，你是那种一直去追剧？我会啊。对，你不让我看，我上钩我就完蛋了。如果真的有机会要你演电视剧，你最想要演什么角色？因为我们小时候看电视剧，一定会想说，哎呦，我很想演他，我最想要演他这个角色。我想要演坏女人。坏女人，我跟你讲，多坏对呀！据我们认识千红这么多年哈，你演不了坏女人的。什么啦？我的样子都很凶，很多人告诉我这样子。很凶咩？来，你凶给我看一下。哦，如果你凶那个第2排第7位的。如果他不笑的话，可能哦。过来。过来干嘛？坐大腿。但我觉得你应该会蛮适合演那种老师。
老师，这个对老师有点很严肃的老师那种感觉。拿藤条的那个，好像兵哥啊，那一或者是木坤进课室的。虎妈也可以，虎虎妈，哎，对哎对对对 OK 的对啊，我看过《虎妈》这部电影。哎，你们两个现在这样的画面， ，Man，对，也是，对，就是那个坏主人，有没有？然后来，我来一带下。女佣的那一那个种。女佣的，对，然后一直叫你。 What time already? You haven't cooked? Huh? Sorry, ma'am. Just now I go and help sir. That's why I never cook. You help him for what? I tell sir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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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Sir,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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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You need to beat him 吗？掌声鼓励，掌声鼓励，可以。 Sorry, ma'am. The teacher go and cooking now. No, you go home. Go back to your country. No, no send the teacher back. No. OK， 哎，现在要长这样的佣人哦，也是很难得的啊，对不对？ Yeah，现在的佣人很多，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我的朋友遇到的佣人， Hello，一句就回了。他说 Hello，要讲帮佣帮佣，他说啊。你们不可以对我这么凶，你们要好好跟我说。那有些班说，我9点半就要去睡觉了，因为我要早起。哇，哎，到底是谁是雇主？这对样。，好，但是呢，这首歌曲我觉得很适合你唱。对，也要送给大家哈，对因为我们做人就要是吃得起苦。对，在演艺圈呢，他也是算吃得起苦的一位。是的，对不对不简单嗯哈。呀，对，这首歌很难唱。好，没有关系。吃的苦中苦哈。方为方中话，哦不，是方为人上人。原来是吃的苦中苦，还会更加苦啊！你对，所以现在不要有苦硬吃。哎，对先苦后甘呐哈。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吃得起苦》，欢迎千红。出去就有路，寻遍了就有福，拥有了一切都进了包袱，思念是带不走的，天空云烟密布，心中翻腾起伏，水江飘摇，心中很模糊，此地会是我已经幻想出。漂洋过海，我吃得起苦，相信天无绝人之路。现实要走出，梦里有祝福，有缘同舟风雨共度。盯着烈日当空，眼底有迷雾，不能再让懦弱困住。日子多坎坷，命运有变数，只盼秋寒风甘露。给老师一个掌声啊！他早上谈到现在，谈感情都谈到会头晕的，不要说谈感情。谢谢老师。走出去就有路，寻遍了就有福，拥有了一切都进了包袱，思念是带不走的，天空云烟密布，心中翻腾起伏，水江飘摇，前途仍模糊，此地会是我已经幻想出。漂洋过海，我吃得起苦，相信
确认之路。现实有冲突，梦里有祝福，有缘同舟风雨共度。盯着烈日当空，眼底有迷雾，不能再让懦弱困住。日子多坎坷，命运有变数，只盼就寒风赶路。漂洋过海，我吃得起苦，相信天无绝人之路。现实有冲突，梦里有祝福，有缘同舟风雨同度。迎着烈日当空，天地有迷雾，不能再让懦弱困住。日子多坎坷，命运有变数，只盼就寒风赶路。谢谢。送上这一首来自电视剧《出路》的主题曲《我去得起苦》，送给你们大家。再次谢谢我们的安文老师。谢谢千红。大家一定记得有一部连续剧轰动新加坡。你是神仙是吧？我还没有讲你就懂了。啊 ？OK， 你讲对了，雾锁南洋，谁演的？谁演的？黄文勇，对。文勇在剧中叫什么名？阿水，对吧 ？OK， 现在我就来演绎这首《雾锁南洋》。人世间曾有多少离和悲欢，生命中曾有几许无奈沧桑。雾气在南方，雾落在南方，照样可曾藏心旁。过去的记忆，你是否已经遗忘？祖先的流离可曾使你惆怅？雾气在南方，雾落在南方，匆匆迷，无所南洋。望远方，天水茫茫，浓雾中何处是家乡？向远方冲过现场，浓雾散见我新家乡。过去的记忆时代不可遗忘，祖先的流离使我生命更坚强。雾气在南方，雾落在南方，匆匆迷，无所南洋。带心
信心向前往，不必迷茫。黑暗到了尽头就会出现曙光。雾气在南方，雾落在南方，照样一出迷雾潇洒。谢谢。你知道今天我唱得很辛苦，因为我咳嗽了1个月，所以我的喉咙很痒，所以我很怕唱一半，还好，没事。OK， 好，现在我们来放松一下，玩一个游戏，猜猜连续剧的剧名，好不好？音乐可以陶冶性情，也可以让大家呢更多的情感的连结。OK， 有听到我的声音，没有看到我的人，对不对 ？OK， 后面的请看后面，前面的请转身。我们今天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就是派出可以近看的人在你们眼前。来到台下哈，好，接下来我们要玩的，我自己讲的都要吐。OK 啦，近看好看吗 ？OK 啊，好看的话请表示一下。什么？等等 ，OK 好，不要太多掌声，要不然我屁股会翘起来。那姐姐你刚刚说近看怎么样？帅！哇，你要去检查一下眼睛哦。可能有白内障哦。接下来我们要玩的这个游戏就是听音乐猜戏名，不是猜歌名哦，猜这部戏是什么名字哦。OK， 好，我们就会送出你的奖品，这个奖品就是建斌大哥的光碟啊，不是光碟大哥这是什么 VCD 哦 VCD 呀VCD OK 光碟就是我做了一些事给人偷拍。叫光碟VCD OK 好，那现在我们就要开始，如果你会的话，马上举手啊哈。好，第一首音乐，音乐来喽！好，瓜哥，还有什么剧名？好的，停，音乐可以停的。刚刚第一个举手就在我眼前哈，就是你了 ，OK， 不是因为他说我帅我才叫他，是他真的举手，你真的知道吗？你不要乱举哦哈，来站起来，我们跟大家讲，来站起来一下，麻烦你站起来一下，起来，嗨姐 ，OK 哈，好，来你跟我们讲一下，刚刚你听到这个音乐是什么戏名？红头巾，对吗？答对了吗，大哥？对了，掌声鼓励，恭喜！恭喜你，明天去买一架 DVD player 哈，来送给你，谢谢。好的，那接下来，大家家里都没有？我知道送这个 DVD 有点过时了哈。不会啦，不会啦，我家里实在太多了。没有，你可以收藏一下。你这一句应该不用讲了。我跟你讲，你看，通常如果艺人的一些周边商品啊，对不对？他咚锵之后很值钱的，不是啦，就是他退隐了之后，退出演艺圈之后啊，对，好，接下来播放第二首歌，第二首，前面第一排，哪一位？还是你等一下才下来了？前面第一排，你看他举很快，你看到哪一位配分？几米，我看到吉米先举手的，你看到谁？吉米哦，你叫吉米哦？他叫吉米。哦，你的名字这么可爱哦。哦，吉米啦。哦，吉米，我以为你应该是大米吧？不是小。OK， 来，你站起来一下。刚好我们面对一下观众。这首歌的戏名叫做什么名？济公。还有2个字，对吗？对。活佛济公。对调。我只能说，你们这几位穿一样的衣服，我真的送你，你站起来，我真的送你们2个字，
给博啊！恭喜你，送给你活佛济公，因为他们提醒你的哈，所以你这一片要每一个人10天看10天，然后再回到你这边。OK， 来下一首歌，来配分选人，配分选人。谢韶光呢，应该是济公活佛啦，大家 OK 啦，送他了。好，来配分选人哈，我们选。我选哇，下一首很容易啊，你选啊，我们选一些你左边、右边，或者是上面的、中间都可以。好了，哪一边都来一点了哈，来 ，music。第2排喽，第2排啊，姐姐。我看到威武到这样，你看。哪里？第2排，你看。第2排，哪一位？3位，这是 SHE。随便他们朋友嘛，看谁家里有 DVD player 咯。第一位。这里等一下，来，姐姐是什么歌曲？小娘惹。啊，对了，恭喜！好，那请我们主持人过来这边，好，这边还没有选到，等一下你们要抓紧。来，我们换找这边的朋友哈。第4首，这个有王玉清主演，有了，穿4角裤的。好，这位姐姐来，你刚刚听到这个音乐是什么戏名？青春1、2、3。啊，错，青春1、2、3，恭喜你，答错。哇，前面哪一位？这个啊，好来，给波，来站起来。他很活泼啊，叫什么名？很活泼。好，来，好，安静，他要讲话。好，1、2、3，请说。小飞鱼，对吗？对了，哎，恭喜你，谢谢。好，右边的。我们来换这边的朋友哦，看哪一位先举手哦。你要去比较高一点的地方吗？好。第5首，音乐 please。波，郑慧玉，有了，第1位举手的这边的朋友，来，请说。青春1、2、3。哎呦，我的妈呀！恭喜你，我的妈呀，答错。有郑慧玉主演哦。好，我们看后面有，我看到后面了，有一位。OK， 我们先给这一边的。我们再听一下音乐哦，music please， 同样的歌。等一下，不用了，他会答。这位，来，请站起来一下哈，来。三面夏娃。3是吗？三面夏娃，对了，几面？恭喜你答对了。第6首，好，我往上面走了。啊，这个比较难哦，不是猜歌哦，猜戏名。剧名，这是电视电影，陈汉伟。他的歌谁都知道。来，有了。哎，剧名哦。剧名5个字。不好意思哦。Give me， 你快点，你赶快看一下呢。我走过去哦，我们要对眼一下，这样深情的对望，有没有？好，来。七月佳人。 5个字。少1个字。7月佳人。7月俏佳人，对吗？对了，恭喜答对，掌声！谢谢。下一首第7首歌曲。等一下，停 ，stop。安娜，什么代志？阿妈卡电话啦，什么代志？阿妈的情书啦。喂，阿妈的儿子。刚我听到阿妈在说，我在看配分啊，好建兵的主持啦。谢谢你跟你说儿子，你跟你的家公，你在这边很安全，很开心啊。对，你跟你儿子说，你今天要住建兵他家。啊，对，OK 啊，好，第7首啊，我们准备了 7 song。这么多首，我们来一首比较难一点。比较难比较难哦，还没有人举手。这首比较难哦。哎，有了！停！哇哦，真的有举手哎，真的。4个字，答案4个字。不好意思，我又要走过去了。 4个字，欢迎我走过来哈。
谢谢你，欢迎你，谢谢你让我走过，走过路过没有错过。好，这位美女哈，好，那我麻烦你站起来一下哦，我传给你，是你吗？刚刚是你举手吗？哦，不是，哦，是你。不好意思，我以为是你。好，请你大声说出这个戏名是什么戏？是要你给我暗示啦，明示啦。哈哈哈要哈收集这个唱四个字，四个字，四个字。第一个字很生气这样。大哥啊，生气。喜怒什么？第二个字啊，这个是打麻将、游泳、大海，一片大海。好，等一下，这边有人会了，不好意思哦，哈。好，那我从你这边经过。好，这位姐姐，请说出这个戏的戏名。怒海萍踪。对啦，耶，恭喜你，谢谢。第一场刚不好意思哦才人家猜什么嘞？谢谢第一场谢谢啊，第一场他猜日起 King Kong。好，要不然这一首歌我们就一样哈。我们先请谁要自告奋勇的先站起来，然后好，才接受挑战，好不好？有没有人？哎，有没有？有没有？我会确保这个 DVD 会交到有没有你的？手有没有？上。有没有？有没有？敢敢没有人敢敢站起来就送，有没有？啊，没有，大家会害怕哦。敢敢哦！有没有？没有哦，不好意思哈。好，没关系，那我们就听歌吧。下一首答案3个字，新加坡的一个地方。哎，好，停，最后一排看到了，哇哦，哇哦，哇哦，他要运动喽！我们今天的观众很好哎，真的是要让我减肥哎。哇，跑到10楼，跑到9楼，姐当你们太厉害了。好，这出我看到了戏剧有陈丽萍、莫小玲、欧萱、谢韶光、麦拉西罗玛。好，这位很年轻的妹妹哦，来，请大声说出这个戏名是。荷兰村。 You're 对啦 right。鹅兰村答对了，恭喜！对，谢谢。谢谢。好，那下来我跟浩浩要带来一首大家家喻户晓的歌曲。好的，刚刚呢，大家有一起唱《城里的月光》，对不对？接下来这一首歌，我们大家也一起来唱，好吧？这首是80年代。哎，好会猜哦！你猜什么？大声一点。不是，这个叫做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电视剧《芝麻绿豆让我们一起来唱《小人物》的。欢迎浩浩、陈建斌。》。好，这个你们唱啊。OK，Are you ready？也许我一个人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但我尽力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大声点。也许我自己不能放出万丈光和亮，但我能为董事带来足够的光芒。我从来就不在乎自己不是一个大人物，因为平凡也是一种幸福。看到名人总是忙忙碌碌，我的时间由我控制，平凡日子一样会充实。好，第2遍，给所有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一起来唱好吗 ？OK， 嘴巴一张开，金钱滚进来；嘴巴一开口，你们会横财就手哦。也许我楼上的，楼上的。也许我但我能为董事带来
声一点，嘿，我从来以为平凡也是看到名人总是我的世界，平凡日子。我从来就不在乎自己不是一个大人物，因为平凡也是一种幸福。看到名人总是忙忙碌碌，我的世界由我控制，平凡日子一样会充实。小人物心声，请给自己一个最热烈的掌声，再给自己一个热烈掌声加尖叫声。好。那严格说起来，浩浩是还没有唱到歌了。有啦，我之前就有唱到歌了吗？没有，刚刚是合唱嘛，对不对？啊，大合唱。solo 还没有，对不对？好呀，要不要来 solo 一下？solo 呀。好，接下来我就带来这一首歌曲，1988年的作品，也是呢刚刚我们佩芬唱的舞榭歌台的插曲《温柔的夜》，送给您，掌声欢迎。我的心是悠悠的湖水，温柔的夜是你的倒影，你把自己浸在夜里，为湿的长发牵动我的相思，我的心是轻轻的涟漪，开展的波纹是我的情绪，若能让你笑着湖畔，你眼睛将是我梦里最美的戏，多希望用我小小的一生，静静为你点亮一盏灯，让我看见你，让我看清你，怕过了明天已不是做梦的年龄。谢谢，谢谢，谢谢，也给我们老师热烈的掌声。会唱的朋友一起来哦。我的心是悠悠的湖水，温柔的夜色是你的倒影，你把自己浸在夜里，为湿的长发牵动我的相思，我的心是轻轻的涟漪，开展的波纹是我的情绪，若能让你坐着湖畔，你眼睛将是我梦里最美的戏，多希望用我小小的一生，静静为你点亮一盏灯，让我看清你，让我看清你，怕过了明天已不是做梦的年龄。
最后一段，会唱的朋友一起来哦。多希望用我全部的生命，滴滴为你轻唱着爱情，让你感觉我，让你感觉我，思念的湖水里浮动你的倒影，让我看清你，让我看清你，踏过了明天已不是做梦。麦给博，不可以先偷跑，没有一起，你们可以先唱。对，来一起哦。踏过了明天已不是做梦的年龄。谢谢。多么温柔的一首歌是，希望这首歌曲呢，都有让大家感觉到回忆杀的感觉啊。是，刚刚呢，我说我有咳嗽了1个月，是，前面那位姐姐呢，就拿了一包喉糖给我。姐姐 Yeah 妹妹啊，我跟你讲，女生很在乎你说她姐姐还是妹妹的。 OK， 前面那位给婆哈，给家婆啦，家婆的妹妹，你的家婆，前面那位家婆呢的妹妹给了我一盒喉糖，真的哦，啊，你很有爱心哎，是，所以我已经把那个糖含在嘴里了。哎呀，难怪你现在声音很好含在嘴里，甜在心。各位观众呀，我等一下就回去你家里。啊，大哥，各位观众，大哥喉咙痛、咳嗽，有糖吃，有就马上人送糖。怎么了？我缺钱呢，不知道有没有人送房子这样？你是说我缺1辆车啊？你是说抓狗哎呀？ OK， 那算了算了，那个算了算了。OK， 好，来到差不多节目的尾声。是的，重量级，重头戏要来了。重量级的。这位艺人呢，在39年前演了一出戏叫《戏班》啊，主题曲也是他唱的。那么他已经吸引了相夫教子，过着清闲的太太的生活。今天为了你们，为了欢喜来唱歌，重出江湖，重披歌衫，东山再起，是粉墨登场。请热烈鼓掌欢迎杨燕青带来了歌曲《戏班》。他原唱的这首歌送给你们。哇，女神！各位小朋友。 时代潮流不断涌起，我们会何从何去？愿随波逐流而人牵引，还是坚持到底？他向前，向后退，决定。 全靠自己，潮声像一首乐曲，抚平聚散是一台戏，曲终人散，戏家情真，我还是拥有着你，经历漫天风。 而笑，携手同行，朝着彼岸逆流而去。时代潮流不断涌起，我们会何从何去？愿随波逐流而人牵引，还是坚持到。 向前。
汁原味原唱者，我们的小青青啊，大家还熟悉吗？熟悉熟悉，大家还记得吗？杨燕青记得。呀，是非常的福相哈，是的，是的。因为这几十年来就是不拍戏了啊、就在差不多90年的时候就离开电视台了，然后就去了外国，在外国待了大概有20年。啊，外国啊，啊在哪里哈？可以说有菲律宾，有中国。哇，都是有做生意吗？还是是咯，我先生做生意了。所以跟着先生夫嘛唱夫随。是哇是，所以这样的生活也蛮精彩的哈。那现在回来有没有还想再拍戏？哎呦，我刚刚接了一个，可能就是下个月或者是就会开拍。哇，大家拭目以待，非常期待哦。是，嗯，所以刚刚听燕青在唱的时候，这声音非常的浑厚啊，因为她又是演员，又是主题曲的主唱者，所以可以说是演唱俱佳了。对，而且在那个时候哈，能够呢当起呢这部剧的这个担当啦，女主角，再加上呢要唱这个戏剧的主题曲，应该没有几个人能够做到嘞。对啊怎么会有这个你怎么那么搬来呀？对，怎么会有机缘巧合可以唱到主题曲？因为有时候歌手或演员要唱主题曲哦，都等待不容易，对，不容易耶。是，其实是真的是幸运吧。不过因为我刚开始签约电视台的时候，第1、2年都没有什么戏，因为我的合同是演戏的。那我以前是有学一点点歌曲。那后面我就是没有机会，我就往缤纷83跑。OK，缤纷83就是要唱歌要跳舞，算是综艺的综艺组。所以在那边反而人家认识了我。所以有很幸运得到唱一首这个《天涯同命了》的插曲。OK， 也就是说，接着下来我要带给大家的《情路两心牵》。所以是先有了这个插曲，然后反应良好，对，反应呢，哇，真的太棒，然后之后才唱这个戏班的主题曲。对，因为这一首歌曲才有人知道我是杨燕青啊。是，好，来杨门女将啊，不得了啊！是，来，一起来欣赏这首《情路两心牵》，掌声。从来不问明天有多远，只知与你共有今天。只要真情常在两心之间，万重难都可改变。从来不知怎么去埋怨，只是与你尽力去实现。只要真情常在两心之间，间断恨都会渐远。切切地盼，梦儿能圆，痴痴地望，与你相见。同名了笔本相连，用今朝泪换明日你的笑颜。不是不知相思路远，从也不怕漫漫路远。只要真情常在两心之间，路多远就走多远。梦儿能圆，痴痴地望，与你相见。同名了笔本相连，用今朝泪换
相思路远，从也不怕漫漫路远，只要真情常在两心之间，路多远就走多远。谢谢啦，谢谢燕青，谢谢你今天感赏脸谢感谢，给我们这么大的面子，谢谢，谢谢杨姐姐带来精彩的歌曲。OK， 大家今天开心吗？开心，喜欢今天的节目吗？喜欢，有开心就好，有喜欢就好，最重要大家要开心要快乐，因为我们要来呼吁大家，等一下要帮我们做个反馈 feedback， 很简单，我们依然会给你们 ice cream stick 投进了个别的箱子就可以了，会问你们几道问题，是不是第一次来到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啊？你是第一次哦，等一下你要投是哦，你的年龄层是65岁以上还是64岁以下？第三题，对我们节目的满意度有1分、2分、3分、4分、5分，希望大家行好哈，给我们5分可以吗 ？Thank you。那个给博的，等一下出去把那个1到4把它封起来。给5分哈，大家是不是第一次参加艺术和文化活动？是还是不是？这次呢，演出的门票是不是用了文化通行证买的？是还是不是 ？OK，、第6题，你是否呢？你应该啦会使用文化通行证购买在 SCCC 和其他场地主办的艺术和文化活动1到5。那用完文化通行证之后，你会继续的参加艺术和文化活动，会还是不会？第8题是新的一题哦，听好哦，它是今天之前你是否知道图书馆除了有实体和电子书籍和电子报纸之外，还可以通过阅读小组认识朋友和做义工。你之前就知道了吗？还是之前不知道？我的话呢，我之前是不知道的，是今天听斌哥说我才知道。所以你之前知道吗？我10年前就知道。所以等一下你知道啊？你之前知道了没有？我有点知道，又好像不知道。哈，那你们看啊，哈，知道还是不知道？今晚让我知道哈，你是否觉得介绍和表演主题有关的阅读介绍会增添您对表演曲目的认识与享受？会还是不会？好。那下一场的演出即将在我们8月19号和20号，星期3跟星期4的中午12点，在我们7楼的多功能礼堂。哦，下个月2场哈。是我们下个月是庆赞中原哇，的节目这样多人啊！庆赞中原啊！哎，中间那个还在啊，多狗啊，那个打擂呆了。哎。哦，因为中元节他就可以出来了。农历7月才把他请出来。哇，我们的欢喜来唱歌已经做了4年了哈，终于邀请他来了啊！对，而且大家拭目以待。还要轮到7月。是 OK， 那我们今天开始，待会大家就可以到我们的柜台哦，已经可以开始买9月份的票了哦。对，各位的支持。要清楚哦，刚才那个是8月的，外面是卖9月。9月的哦，9月的要来啊，要来啊！好，那等一下6楼的这个展览呢，大家一定要去看，好不好？可以搭扶梯下去看，记得在6楼。是的，而且在线上的朋友，我们也欢迎你来到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看我们的这个展，是完全免费的。里头呢会给你带来很多的一些回忆。你知道呢，那个范文芳啊、郑慧玉啊和那个李南星啊，哎呀，对，还有另外一位了哈，他们有那个金枕头，有没有听到那个声音啊？里面呢也能够看得到。是的哦，去摸摸一下讲座哦。啊，是啊，平时这些哈都看不到的哈，所以只有在我们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能够看见，所以一定要到6楼去哦。来都来了啊！是的，另外呢，国家图书馆管理局为了今天的节目的主题，还特别了准备一些电子的刊物哈，让大家再次来扫描，就可以随时的阅读喽。来，还没有扫描的扫描。
快点扫描。是的，这是 go.gov.sg reading concert 的这个 companion 哈，你看，所以呢，你们可以扫描一下，有很多的文字让大家阅读。那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再一次的欢迎我们的歌手杨燕青、张庆福。是的，给我们带来这首新加坡本地创作歌曲《情感联络站》，记得到6楼哦，等你哦。你们刚才就是跟我们说这个哈，到6点，展览厅到几点？8点、7点、9点。7点。在一个你我熟悉的地方，有着你我喜欢吃的早餐。咖啡店的老板，他们的笑容都是一个模样。在这个你我熟悉的地方，有着你我熟悉的脸庞。它仿佛就是一个情感的联络站，冲一杯浓浓的咖啡，谈一谈自己的方向。2个朋友都来喝一杯，无形中又把距离给拉短。道路上车辆横冲又直撞，日子如果有谁在彷徨，你看不清自己也算是平常。喝一杯浓浓的果比欧，手借给我。果比欧，果比欧，把不愉快的事情都遗忘，在这个你我生活的地方，有着我们同等的理想，让脚步匆匆又茫茫，一起把明天开创。来一次，果比欧，果比欧，喝一杯浓浓的果比欧。果比欧，果比欧，把不愉快的事情都遗忘，在这个你我生活的地方，有着我们共同的理想，让脚步匆匆又茫茫，一起把明天开创。谢谢你们，记得要支持我们9月份的门票。谢谢，欢喜来唱歌。谢谢你们的支持，拜拜。亮灯。人生越老越精彩，歌声唱出心中爱，每个音符将花开，欢乐岁月不停摆。旧碗只是美的记载，心里烛火人在燃烧，挥手告别昨日的开，迎来希望把歌高调，欢喜来唱歌，快乐无心多，笑容绽放，让心跳沸腾着。岁月如歌，我们不手段，用歌声写下灿烂的生活。银发也能闪耀光彩，歌声让我们更自在。年岁的数字从不
句话音都充满爱，一起唱歌，星空最亮。老人尽显自己主宰，每个音符星火在放，欢喜来唱歌，快乐无限多，笑容绽放，让心跳沸腾着。岁月如歌，我们不交错，用歌声写下灿烂的生活。人生越老越精彩，歌声唱出心中爱，每个音符将